这次啊，心宇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尤其在这个跨产业的合作迈出第一步啊，那也尤其在这个疫情困难的时间之内啊，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来体验新机啊，同时也搭乘新机啊，此机非彼机啊，手机跟飞机啊，那这次这个手机啊。我想也是，应该是有史以来手机界最贵、最昂贵的一只手机。当然，功能也是最美好的啊。尤其在这个折叠屏幕的这一块啊，是一个在技术上啊非常大的突破啊。那这次可以把它完整的呈现给国人啊，让大家有这个机会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我觉得在这个疫情当道的时候啊，让大家充满了一个希望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听说张董是科技迷，还有也是三星的用户。Galaxy Z Fold 2这么有魅力的手机，一定要请张董好好体验。然后还有也希望所有人今天都能尽情享受新科技。关上摄影在那边。好，他们第二车已经来了。好。你好，欢迎来到节目的。家里面是国王的女儿，就这样。喝茶。特别恭喜哦！其实呢，它是处在我们经典饭店的地下1楼，在名字上面的 A 这个字是寓意优质的食品以及服务。那当然也贴切的道出了真实用餐的体验在我们的大厅里面呢，大家可以看上铺上了蓝绿色炫目的地毯，就是它的舒适优雅。在菜色上面呢，也是非常的讲究，让客人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恭喜恭喜！带来最精致的用餐体验大概是7到9道菜的套餐，让客人挑选了主菜之后呢，就可以静待尽情的享受这个飨宴。那它的菜色呢是每天更换给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有新鲜的感觉，最美好的用餐的体验。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的女主厨，来，我们主厨这里请。好，来，米宝也在我们的中间。结合了台湾在地食材、法式料理的技巧，还有东南亚饮食的文化，呈现出传统又创新的佳肴。来，恭喜恭喜！好，我们请大家看着前方，来前方的美女朋友，捕捉上精彩的画面。好，接着上来，我们要看着左边哦，来，有请所有人视线一致哦，看着左边的美女朋友。没有想过，就是觉得很感谢台湾米其林看到我们，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团队，就是愿意跟我一起努力去达成这个目标，然后还有很感谢我们的客人跟供应商都很支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提供给客人每一次很好用餐体验，那也发挥食材最大的价值。对，谢谢大家。餐厅的那个取向跟一般的那个就是下烧肉不一样你们走的是比较高级的那个和牛的那个产品嘛？那你可以说一下你们的那个餐厅的理念还有你在自己创作料理上面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OK，我们最主要的话是以全牛买进，就是说全部位的日本和牛买进，除了不能进口的，比如说这个内脏部位它不能进口，那其他部位我们都买进来以后，然后我们由师傅用的全冷藏的方式去做分切。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部位，比如说
前腿、后腿这些一般瘦肉店不一定常见到的部位，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价值，也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各种不同的部位，对，利用各种不同的切法和这个调味方式，对，那提供出不同的味道，那每一个部位都有它非常好的味道。那你怎么会锁定这个和牛来做你的那个事业的那个主轴？基本上我自己很喜欢吃牛肉了，所以可能因为爱吃，所以就接触这一块这样子。你的厨艺生涯可以讲一下吗？你怎么样学习这个跨界的领域？基本上之前是在日商有待了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对，然后都是大部分是自学，就是说比如说看影片啦，或者说利用 Google 的方式去查一些东西，然后实做这样子。所以你不是科班的那个餐饮相关的基础来，是自己喜欢老饕这样子？不太算是的，对，是算休闲游戏类的期刊是什么东西？本来是休闲游戏。所以官方怎么会通知？这个我不确定，时间不太确定。就是在大陆。前一阵子就有收到。那你收到的时候，当然就觉得就是很惊讶，很兴奋，很惊讶。你的招牌菜跟客单价讲一下。我们招牌菜就是所有的部位都就是会提供，那每天提供不一样的部位这样子。那客单价的话，平均应该在2500。